拍出来，一拍出来，来，这个。哎哎，嚟拍豬腳。冇辦法喎，呢排做嘢就有攰賴喎，人見喐。微信我退喎，搞啲洗機啊，前晚啊啲記錄啊。就微信搞死人啊！微信把你搞死人。我都怕嘛，被是吧？上次换机的时候，哎，老李拿都没有，他都没拿到。我就一开微信这样刷呀，这。给我启动一下，还没赶快。我现在微信开起来了，我就先放在桌上。哎，你多，你多。